长期关怀闽农乡土的作家钟天明，22几年过世呢，享寿70岁。钟天明归生人奉献本文学、教育，同时是社会运动者。对许多闽农人来讲，唔但像伊嘅人格受人尊敬感仰，韩国难得的是，就算伊和受人尊崇，韩国很同后生人对话，像是闽农人嘅靠山、本白山。我哋也2礼拜想要对文学同参加公共事务2个方面来纪念一个难得的模仿。钟天明虽然冇睇讲中写嘅、做嘅，如同农村有关，韩国罕见用嘅20年来记录台湾农村嘅变化。而此时如果好看书，也看到阿爸钟立火闽南创作写过听，不过阿爸嘅作品上请到素材来发表，一路唔信一次会安尼，引起阿爸嘅笔。完成阿爸5000完成嘅事业，用字也记录嘅台湾1个世纪嘅农业史。2层的9分，9分就酒窝啊，就是酒窝9分。米都要上半夜8点啊，把那些年轻人迷的半夜都会怎么样啊？画画。2年前，作家钟天明受到邀请去高雄医学大学批准医生上合法课，以用医生作家正规学嘅视频做教材，文学生嘅对客家文学度学下化。你用文学也好，你用音乐也好，假使咧讲来做语言咧教学，係咪是講啊？會好容易嘅吼，本人好能夠接受嘅咧。像文學來講，按好嘅詩，按好嘅安尼嘅作品，本身談起來就已經係傷心悅目嘅事情咧吼。鐘天明係鄉土作家鐘立火嘅太奶爺，受到阿爸嘅影響，而從細路淺考文學作品，但是係用客家農村做改建，寫出農民嘅生活感情，像係一講下邊小鎮闽農300講傳奇，人田也調。鐘天明雖然唔係講中人，不過唔識離開過鄉村，而用第3者嘅角度，真實地寫下台灣農民嘅處境，本人按做農民作家。可能相當多我爸爸作品，當然我會深深受到一個方向嘅影響哈。或者我心目中所看到嘅，也係我身邊嘅一個農民，而點樣嘅在生活上奮戰嘅一種嘅精神。也作品可以講台灣嘅文學地位過少見嘅幾十年來都觀察台灣嘅農業、農民嘅生活。其他作品唔係幾多，不過特片咧係講有嘅時代性嚇，幾十年來全部都寫台灣嘅農村，嘅面向嘛規劃嚇，寫農業嘅政策，土地嘅變化，農民嘅變化嚇，全部其實默默嘅關心啲嘅東西嚇，佢本身唔係講農民，不過佢係像只有農民份嘅作家。鐘天明上小嘅阿爸鐘立火為農民文學精神，兩字也用文史接力，用文學寫下台灣農業、農民漸漸嘅1世紀嘅歷史變遷。鐘立火嘅文學也係以闽農為背景，我寫嘅文學同樣係以闽農為背景，同樣寫農村，當然兩者所處嘅環境時代冇相同嚇。所處嘅教育咁冇相同，或者有也文學嘅風格，我有我文學嘅風格啦嚇，或者其實並冇衝突啊。因為基本上也基本真正重要以外，咪背後一個變天吼，
摄影啊吼，慈悲啊，慈悲安尼精神，去关心农民，真是讲伊出属于呢心，用爱心、奉献心去关心遐农民安尼，关心遐行业农民用的先生安尼问题。天明先生的文学啊，将来对台湾文学史上呢会非常重要了，因为呢，以下文学呢是继承了中理和文学的风格和方向。伊专门写呀身边的农民，也是也朋友的事情。也两台父子加起来呢，拄好台湾农业历史呢100年左右的历史，一个世纪的历史。最名因为钟天明先生佢承袭到佢阿爸钟理和先生嘅才情同嘅理想啊。 50年來，鐘天明陸續推出小說、散文同童話故事集10個本，對文學上嘅貢獻該受到肯定。先後得過台灣文學獎、吳楚留文學獎、客家貢獻獎也得。講到以行業文學世界嘅開始，其實同一般嘅生意呢冇太大嘅爭差。一本該起名嘅童話故事書，本鐘天明從此好多文學，開始寫文章，對文學嘅世界度親情創作。我雖然講我係一個神孩咯，因為爸爸退休嘅時候帶一本格林童話本嚟啊，可是我親手就接觸到那個小說啦，就童話故事因為看童話故事本來進入文學嘅世界呀，我發現我原來我那個天地安法啦，除了我生活嘅美濃以外，世界侵法啊呢吼，我進入文學世界嘅時候，冇辦法約束開發天空啊，開闊天空啊，嗰時我喜歡文學，因為喜歡文學嗰時吼，從細就開始，所有錢嘅多數是拿錢嘅多嘅呢。上小阿爸嘅文采同才情，鐘天明高中畢業過後，就完成了第一篇小說《4年義我》，第一年1962年喺聯合副刊發表。用4年那個眼光來看一個社會，來看一個他人嘅世界呢。嗰個第一篇小說就4年疼愛。喺文學家嘅來嘢，也繼承了阿爸寫作嘅才情。我鐘天明愛寫文章，殺受到阿爸鐘理和嘅反對，因為兩子也係感情親情，鐘理和唔盼得來嘢愛受到同自家共用嘅艱苦。鐘理和其實以前都想做職業作家唔做職業作家就靠一個寫作來為生，伊發現我根本不可能啦。也作品雖然我下巴本人接書，畢竟係你個社會個高飛又安大。根本冇辦法生存嗰啲而多面向又偏又窮而就當然貴嘴講，就因為我從事寫作做作家，因為有按比賽咩咧局面出現，佢當然希望我做自藝唔好再行嗰條路呢。可是爸爸會跟我講阿公寫的文章其實真的是很真誠，而且是很感人，然後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這個事物，那所以會覺得，如果這樣子的一個文章沒有讓其他人來一起分享跟閱讀的話，他覺得嗰種歸唔感，很不甘心的感覺啦。所以就剛過都講，那他要把它整理起來，這樣，所以就對，結果所以還是走上這條路啊。鐘天明就是車到本能谷結合片變做鋪背，佢50年來受到病痛嘅痛苦，唔過遺憾係展現你生命嘅意志，寫文章之外，還教書培育出更多嘅人才。克服身體嘅一種那個殘障老實講非常困難。當然面對自家嘅身體嘅缺陷，我也係有。心理上有深度嘅那個打擊啦也係產生深度嘅講起來冇必要嘅種那個刺鼻感，但係一種東西冇辦法避免啦。但係我做先生做很多年發現講面對學生面對群眾嘅時候，第一次
大家會感覺唔相同。聽一次以後，其實冇人注意啦，冇人注意啦，唔身體樣嘅冇關係啦。最重要係人人格啦，唔本人嘅感受樣嘅哦。我哋係感覺貴我會點做講啊？教書28年嗬，我學生嘅從來冇嫌講啊，一個老師身體唔好嗬。在學生嘅心目中，一定因為我在思想上有對人有啟發嘅那個作用啊！嗬。總天明為到推動台灣文學千神網，促建嘅台灣體操平民文學家紀念館，作為文學鋪頭，本總理課紀念館變做南台灣嘅重要文學據點同觀光園區，韓國策劃舉辦鄉土文學營、立山文學營，同邊咩同行通韓國地圖結合。總天明為台灣嘅文學奉獻很多，雖然已過身嘅唔顧寒氣留下嘅典範。我父親去世的時候只有45歲，虛歲也不過46歲，所以生命的長短有時候我覺得不是非常重要。那我個人也是這麼想，文學、藝術，生命是比較永恆。